喜怒哀乐它本来在人类主性中本来就有咯，但是发而要众解，所以我们中庸不是讲吗？喜怒哀乐之谓华，谓之中；发而众解，谓之和。会发什么？喜而不流，怒而不迁，哀而不伤，热而不隐啊，那个叫做中庸之道。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情绪哦。那你刚刚说，这个某某先生那好悲，不是好悲剧，我是压这个比较好，不是没有，每一个人都有哦。所以把情绪能够压下来，那个才叫本事，那个才叫真的叫做我们反过来叫做修得好，内在涵养够，你才有办法啊。刚才第一个是把这个，第二个培养正面的思考。第一个刚才讲情绪要控制，对不对？再来，咱要有正面的思考。什么叫正面的思考？就是爱积极、爱乐观的思想，就是以正面的积极乐观来看待咱所面临日常生活的种种的状态，咱活到种正面。有一个阿婆，伊生2个囝，一个你袂变我，一个你袂当好爽。今日小宝落雨，伊就烦恼讲因咧落雨，袂啥袂雨伞的囝也无生理。哦，袂变个是你无生理哦，落雨咧，哦袂变个对。安尼你甲巧，我甲好。啊，今仔落好天，烦恼袂雨伞无生理，逐工都忧头甲面。有一天拄着一个朋友甲讲，你是哪逐工来，哪有搞到？啊！你听咱想，今仔好天好夜，你个囝袂变个生理就足好，对无？啊，今仔雨落雨，我紧，啊，你个袂雨伞后生，个生理就足好。你哪能甲袂生理无？如果想要生理办，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讲这个说要有正能量的哦。咱来接触那个正能量的人。哦，所以咱道中经讲一句话：尿水红红飞得晚。银盘圣贤品德高，有一句哦。所以咱来去修啊，所以今有心来咧开班。咱唔好讲咱这前辈，大家拢修到完全100%，唔係，伊嘛咧修，但是总伊甲社会咧比较时啊，伊拢是足好善良以上的人。啊，咱会当使用介做的时阵，受伊咧教化，咱的心会改变咧。有一个道，有一个道亲哦，伊拢逐工咱讲去宣传道亲，啊，宣传道亲毋是家己人出去，哦，拢一台车出去，啊，伊就招一寡就要宣传迄道亲哦，啊，迄道亲嘛无先教书，嘛无食素，啊，即摆出去有人甲一人食素，啊，即摆咱出去咱下去食少食素，去食素嘛，啊，咱你少人就是对人啊，啊，即摆大家食素食，即摆食素迄个换迄食素来讲，我拢介意喙讲食素，啊，平人去死人，我会输伊，我嘛要食素。啊，为什么你要改变它？对不对？但是大家做拢安尼说，啊，我除非你唔改啊，4年点你唔改，哦，啊，你若要改，你会讲啊，我要安怎做？啊，大家咧，拢要行出步做，成就步做，啊，我咧要做道理地道，你头都唔怕对吧？哦，这个就这样我们要注重，哦，啊，所以积极跟人相待，照到哪里就到哪里亮，啊，那不积极消极的人呢？就像月亮出一束光才会亮，对不对？所以凡事如果正面，能量永变；凡事如果感恩了，贵人就在你身边。皇帝做梦，有一天一个皇帝，伊一个做梦梦，伊讲3种第一，山倒落；第二，水干啦。第三，火蛇，伊起来都问伊，因为伊边仔就是黄河嘛，伊就讲啊，到底我放的是啥物？迄个黄河就讲，皇上啊，唔好啦呢，山倒落来，你江山无要赔啦嘛，水干啦，对啦，民心散去啊啦。火蛇，火有啥？
下来了，伊才讲，恁是啥一点？没有会写啊。会下来哈，伊讲那个反过来讲，另外一个皇帝没有出转，忧愁无脸，对不对？那忧愁无脸，那无形中就没有，就是早上没有去早朝。那有一个臣很厉害，他说为什么皇上没有来早朝？那个皇后就跟他讲是什么事情？哦，那这样，那我就跟觐见皇上一下，他甲伊就一地奉上。啊，伊知影这个代志，伊讲皇帝啊，太好了，好了，不错了，很好了。不过伊那个皇后讲不好了，哎呦好了，山倒了，对不对？山倒了，水大，哦，你想，山倒了，天下太平啦。山倒了，啊，就是水干了，不是山倒，山倒了是江山嘛，江山就是整个能够太平了。水干了，真龙水干，真龙能够现身啦。真龙灵嘛，风雷是灵嘛。花谢啦，花谢会结什么？结果实嘛，简单嘛。啊，你风雷听你讲个心情会爽嘞。哎呦。会破的。所以同样一个梦，每一个人解释不一样。所以我们的人呢，就是凡事都用正面去想。所以如果以前被动的，我们现在要转为主动，再主动。如果是消极的，我们变为积极；悲观的，我们怎么样来化为乐观？好。所以花谢啦，刚才这个好景不长。想到了，好景不长，你看。所以同样一件事情，所以咱啊做对代志，咱讲一句话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有套难言的语，千人千般苦，苦苦不相同啊。你的家庭看我家庭跟感官都有共无？无共。那么这个呢，老师告诉我们，不是路已经尽头了，是该转弯了。你的想法要不一样。你如果不想法，永远以前那个观点的束缚，你永远没有办法跳出嘛。所以有一句咱古先武讲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嘛。你当中你都无跳出，你看就是遐迷糊，找无一个出口。安尼若跳出来，就是转一个念头无同，那么你对这个看法，咱讲的，今天过了，有没有？就变成昨天就变成今天的昨天了啦。就是代志过哩，你啦，可你甲偌大的问题其实时间一定过。咱若毋是，咱拢会甲这个新闻个怎讲的？台湾的一句叫定理，搁恁听。伊一直定，就一直安尼想啊，就亲像咱暗时来困袂去，就是变来变去，像你前日啊同款有无？烦恼结伊安尼变来变去啊，所以咱无法度去解说了解到咱心中的一寡不足啊、好啊，是说家己一寡这个烦恼，我有办法去突破。所以拄我讲，第一，咱一定要看，咱的思想、咱的情绪要控制；第二，咱来培养着正面的思想；第三，角度换位的思考。角度换位啊，是什么？是站在对方的立场去理解对方的感受。也就是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的意思。咱拢以主观的观念来想啊，亲像咱咧教囡仔共款啊。囡仔咱就讲伊毋捌，细汉毋捌无要紧，到高中还是高中咱就嘛讲伊毋捌，甚至到大学也嘛毋捌，拢要以咱的主观。但是但是迄个囡仔当时伊无爱想的即个方式，像讲有足侪人求学当中一定你伫遐读什么科？囡仔无爱读这科，无兴趣。囡仔佫无教育所以足侪社会即摆有足侪到尾伊为着要符合时代人课程，但是到尾伊无去读，甚至讲较歹听，伊嘛是对楼顶安尼甲跳落来，你看。
对不？很多是这样，所以不能甲咱教育会好，也是咱朋友之间互相相处。因为今仔日修道啊，咱得用不同的角度去看，所以用自己的角度去要求别人，只会造成我们彼此之间的对立。相对的，我们如果用别人的角度来反观自己，才能够让自己懂得将心比心。老师讲一句话：将心比心，便是佛心。佛的心就是会当将，所以为什么释迦佛在诸菩萨圣言，伊为什么要去导众效啊？为什么要普度众生？因为徛伫众生的角度，众生伫这世间是苦海，所以甘愿落了这个苦海来度化咱这众生。因为众生难以度啊，度不尽啊。但是以菩萨佛圣言，他也是不厌其烦的下凡来度化众生。好，这是就这样。所以懂得换位思考，麻烦就减少；懂得将心比心，感情就会加深。或许又有一个厨房做主，厨房在做菜，大部分是2000道这个道。大师傅是看到那个，很怪哈。大师傅，咱餐厅的师傅拢这张看到嘞。好，有一个太太，厨房里煮饭，哦，伊先生真好，在边仔看。伊先生看，伊唔是看啦，伊目睭看，喙搁颠动。老太太，这样摆给煮啊，你这煮拢无咸，啊这嘛无用哦，又搁用一看，啊这主要无熟，好，讲甲一大堆呢。伊太太拿目睭我背起来，我睇你嘛，到底是你甲我煮菜，我甲老煮菜？我煮菜，安那我结婚嘛意思什么呀？我你煮啊，不是你煮啊，含偌济我唔知。开始大声，因先生伫边仔甲笑笑。伊讲对啦，我哪知你？我甲你斗阵，我哪知你煮菜？但是要互你想法啦，我逐工啦，你拢出来啊，我拢开车甲你载。啊，你就安尼伫边啊，伫咧副驾驶，我就开始想讲，啊，你起驶啊上紧啦，该赶紧动啦。啊是安尼，哎呦，就正面啦，最多正面啦。啊，我你驶，我本来就有主张，我你安尼我是不是喏？我要互你感受讲，你煮菜，我伫边啊甲你讲，就亲像讲，我咧开车，你伫边啊安尼啦。安尼以后可能这个太太伊知好，袂使好。好，最后再讲一个。换人心。嘿嘿嘿。有一个先生，有一工去街啊佚佗，就感觉是也是啊。啊，看伊有时啊，讲人伊拢迄画啊是字画哦，啊这字画，伊看这句字画哦，袂歹，就讲啊，伊只讲这句字画来钓阮兜的客鸟，多真实啊，伊就甲买落，啊甲钓的，古怪，因太太吼嘛是足欢喜的，啊伊钓的，伊今日买倒去，伊嘛会欢喜啦，所以阿公某哦，较早无啥偌当时无啥物读书啊，是无啥，即摆吼两个阿公某偌好个。啊，先来好。神奇呀！好，坤道，好。嘿嘿。从右边练左边，怎么练？代表先生怕。天都对，特别看看，看到没有？太怕了。啊，你欢喜无？嘿嘿嘿。心内甲人暗爽，好袂起来。咱太太骄傲。你嘛讲，我先生骄傲，心内拢有错，拢唔敢讲出来，安尼好无？好。但是有无同的无共的角度，无共的角度，所以咱若无共角度，迄看起来无共。亲像这个啊讲，咱的数字哦，是几个啥？6。不是啦，9。对不？至于你要对对面当面，就好比咧，这个乌啊饼，啊，乌啊饼，咱手有乌饼啊，袂使饼啊，是你看饼，这个
你变，但是你讲乌，啊，我若讲你，我问讲，你要乌的啊，那唔对，啊，你若讲要假啊，好，再比喻来讲，黑板，诸位，黑板你看到什么？绿色，看到字。黑板看的是绿色的字。啊，我写4字字，搁写一字有无？黑板，咱一般是怎看呢？好，安尼比就比，你看你讲啥？下面乌板，乌板内底白色，较济，还是绿色的较济？绿。可是你看，你看什么色？白。你敢有去看青？无啊。对啊，咱用来写字，但是即摆你甲你问就说，迄人个观念。咱即摆直觉个观念就是讲看乌板总是伫写这个字，看字啊。啊，其实咱拢无看即个乌板。所以《道德经》里面讲嘛，犯假得其中，作假得其中，要有犯就是古经，你讲叫做反观嘛，翻观嘛，这个后面我们才会谈到。好，时间到了吗？还有5分钟，好，我再讲一点。今晚要讲修行哦，他主要是讲社会观念哦。好，就是转化我们的心念理念，转个念头。所以诸位，修行不是转山转水转佛塔，而是要看你如何去转心转念，能够出轮回。转你的心念。所以拄则有用世俗的讲个心态，有无？我即摆用老师讲的，心念会当成就咱的思想，思想会搁再形成咱的行为，行为会累积到咱的习惯，最后习惯会决定咱一世人。所以重点就是心念、心念。这个拢知影。玉祖大经内底，释迦牟尼佛玉祖慧能和五祖点到点到了后，对吧？你讲点到了后，就是名字一了后，伊纳人那边有几年对，14年，最后知道已经要红到了，所以会出来遇到法性寺的哪一个？广州法性寺。印宗法师在讲《涅槃经》。那以前在讲经的这些法师、禅师啊，他外面已经有幡了，那个幡就是说有些款旗啊，有无？就代表一间庙寺有咧讲经说法。啊，大家拢伫遐咧，在道地拢咧听师父印宗法师讲，啊，两个无啥专心，你隔壁我们人，你到底迄旗啊？你看啥？旗啊，你动还是幡，还是风你动？一个就讲风大，啊一个讲幡大，啊拄好玉祖伊拄好要来弘扬，开始讲话时，伊来到遮，我徛伫遐后壁，啊听两个你喺度讲，就后边演讲，演讲就是代表对一个人的称呼是足好的啦，足一个尊敬。伊讲哦，嘛毋是风度，嘛毋是幡度，是啥物度？是心度。所以心动，咱的起心动念吼，咱伫社会讲叫做一种磁场能量的。你看那个用水，你笑哦，迄日本有少少啦。你若讲我爱你哦，哎哟，哦，迄出来的水晶体多漂亮嘞。啊，你若讲我恨你，我为你，迄出来的气息常常很够白。而且有真的哦。包括迄个美国一个博士嘛是共款，伊调查的时阵嘛，人的自数哦，比如100、200、300、900这个，伊讲若到700哦，迄就是开悟啦。伊讲目前测的有迄个一个昆陀，迄个叫什么修理啊，德山，伊讲伊700开悟，所以人的能量会产生出来，啊，所以呢，我们心。起心动念重要吧？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听前辈讲，心有一个心叫做3点如心部，横沟4月斜。
鸡毛从子时，昼破有汤亦有汤。咱的心本来是一心，就是道心，但是落到世间，这个心叫做高心斗共心，高心斗角。哦，人生的过程中啊，都是安尼，咱才会对四生用道啦。所以今仔日修道是要跳出这个，咱来用咱的一心、直心。共款安尼，甲一味无共。所以这个心内底有一个字，内底一个外口，就是佛经任何经都讲，一个是真心，一个是假，一个是妄心。我们都大概都用这个妄心，后面也会谈到。所以这个心啊是勾心斗角不好的啊。后学用两部分来跟大家讲。第一个谈到儒家，我们现在确需要的。再来后面会谈到佛家。后学今天没有用道家，因为时间来不及。后学本来这个专题里面，它是要4个小时。如果你坐你到底，尻川会伤，脚啊会使会爽快。后学这个专题要4个小时，所以后学跟前面在讲大概2个小时多吧啊，浓缩。好，我们第一节休息，第二节再开始正式讲，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太太，点的是慈悲，显道功，功道功。哦，咁。